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2日，旧历的12月2日，礼拜二。好来看这个昨暝环12:17，嘉义大埔发生着规模6.4的地震，隔壁县市台南市的南西市5级。 有家厝啊，互地动摇甲倒去。当时厝内底有2个大人甲一个1个月大的红婴啊，迄个厝瞬间就摇倒去，根本就袂复走。消防队马上出动，弄破门，顺利找到这3个受困的民众。虽然有受伤流血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啊，附近阁有袂少的人家厝天崩地落来，嘛一度有居民掉离的透天厝内底。消防队总共救出11个人。 该出来了，该出来了，还有办法走吗？消防人员冲入混乱的房间，家具是东倒西歪，内底有一男一女，非常的紧张，手阁抱一个红婴啊。小朋友几岁？1岁哈。好，1个多月而已哈。还阁穿困衫，话拢讲无啥清楚。今日子时0:17，嘉义瑞市规模6.4地震，毋若将灾民惊精神，厝嘛真正烂。来后退，后退，他们出来了。 2人受伤，带囡仔赶紧避难。伫台南市南西区民族路157巷的家厝啊，伫地震后2分钟倒去，附近有真侪人家厝天崩拢落落来，这住户想到还阁会惊。我硬爬出来，迄物件倒，我2个母仔硬爬出来。附近的民权路一带有2个人掉伫透天厝，这个负责人活伫铁塔这边拍算要逃生，消防人员爬入厝内，成功将人救出来。 现在受伤的民众有3男5女，那皆已经救出，属于轻伤。那目前在医护当中，那陆续那个消防队员现在也在逐户在搜索。依照消防局统计，这摆地震严重影响到南西区一带，总共有4男7女被掉伫厝内，加在拢在人送去病院检查，嘛拢无啥要紧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